Universal Studio。是什么不要说一切都是春节快到了，但是一手的成交依然很暢旺。你知唔知道咧？佢講緊2月12日已經達過1070宗嘅一手成交，再加埋咧係平均講緊90宗一日㗎。哇！喺咁樣嘅勢頭嚟講，小陽春已經提前到嚟啦。你知唔知發展商一定會搶集佢嘅新盤？喺新年後隆重期待嘅就一定係黃竹坑嘅港島南岸上蓋 Deepwater South。記住留意我分享俾你嘅所有視頻啦！農曆新年之後就招標開售啦，主打3房同4房嘅大戶型，實用面積介乎867至到1700尺，仲要飽覽深水灣同埋淺水灣嘅靚景添啊！4房嘅單位仲有私家 lift 嘅大堂，超尊貴啊！會所設施超